中大2期學生報嘅程式版以及網上版評為第2類不雅物品。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至今收到116宗有關嘅投訴，以及2宗對明報轉載程式版嘅投訴。陳佩瑩報導。人事物品審裁處喺報章刊登公告，將中大學生報2月同埋3月嘅程式版評為第2類不雅物品。喺網上發放嘅版本亦被評為第2類不雅物品。呢2期嘅程式版涉及亂倫等內容。捍衛出版自由，捍衛出版自由。中大學生報編委不滿評級，戴住口罩到審裁處抗議，指言論受打壓。佢哋話會尋求法律意見，提出上訴。究竟我哋有冇資格去做上訴，或者我哋上訴之後如果都係被判翻做2級嘅時候，我哋需要即係會唔會受到刑啊等等，其實我哋都要問翻咯。根據規定，中大學生報嘅有關負責人可以喺5個工作天內，咁即係下個星期1或以前向人事物品審裁處提出上訴。中大發言人話：明白同學嘅壓力，會安排律師協助佢哋。有法律學者就話，審裁處嘅評級冇刑事約束力，當事人亦可以提出免責理由，證師未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。當發布嘅目的係一個公益用途嘅，意思就係話佢係有利於學術、文學或者其他引起公眾關注討論事項嘅原因，而係去作出發布呢，本身就唔會構成一個刑事罪行嘅。如果最終被起訴，要負責嘅編輯同埋中大校方就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。無線電視記者陳佩瑩報道。